今日過嚟羅湖嘅長安大酒店2樓有間寶石桑拿，呢間店開咗有好多年，聽聞最近全新裝修過，而家新開業，入去睇下有啲乜變化。搭升降機上2樓，上到嚟就到水會前台，空間都唔細，裝修幾精緻，整體感覺身就好舒服。過去男賓室睇下，雖然更衣區唔算好大，但裝修都好新淨，大概有80個更衣櫃。更衣區行過嚟就係沖涼房，空間比起其他店大好多，有8間沖涼房，全部都翻新過，網絡幾有質感。沖涼房對面就係泳池，恆溫泳池夠大，唔怕人逼人。由男賓室出嚟上2樓，就可以見到水會嘅桌球台，提供免費打波。桌球台對面就係水會餐廳，有唔少位置。聽部長講，每日都有提供晚餐同宵夜。餐廳隔籬就係堂，大概有40張梳化，裝修都幾靚，毛巾都好乾淨企理。過去房間區睇下，走廊度全部裝修過，整體都好新淨，燈光氛圍感唔錯。睇下房間環境點樣。有影院、足療、雙人包房，比較適合同朋友一齊嚟，一邊按摩一邊睇戲都幾靜。除咗影院房、水會，仲有中泰房、推油房，多種項目選擇。跟住體驗下呢度嘅按摩項目，技師一開始冇即刻落重手，而係用掌心慢慢覆蓋背部，帶住溫度一路移動，令身體慢慢進入狀態。之後沿住背部肌肉走向推壓，慢慢加大力度，動作順暢又連貫，每一下都好實在，但唔會覺得好痛。按到背部中段嘅時候，可以好明顯感覺到平時嘅腰酸背痛一啲一啲咁釋放出嚟，感覺幾舒服。按腳嗰陣，技師先令雙腳完全放鬆，用雙手由大腿開始慢慢落力，動作連貫又穩定，沿住大腿一路推落去，力度唔重但好到位，可以清楚感覺到腿部慢慢鬆開，腿同人一齊配合。然後細緻處理小腿位置，力度從小慢慢加大，按完之後對腳輕咗好多。行起上你都覺得靈活咗啲，舒服又自然。新寶石湯泉呢個場，因為翻新過，環境同裝修都好新，配套方面都幾多，有泳池、桑拿、桌球、娛樂，每日下午6點半都有自助餐，夜晚11點半有宵夜。位置喺長安大酒店2樓，由文錦地鐵站出嚟行8分鐘就到，有興趣嘅師兄可以過嚟試下。